西门路甲健康路交界，这个1200多平方公尺基地，因为靠近百货、南赛道甲五妃庙顶到这个区域，也是周边500公尺为停车场用地，相对停车的需求迫切，所以市府积极向中央争取前瞻经费来兴建立体停车场。政府由副市长柯玉典主持开工动土典礼。包括立委林俊宪以及地方这位民代拢踊跃出席关心，祈求工程会当顺利伫明年4月完工。一相同，大家平安，天天这个就能万事如意。一相同，来当好顺利，全地球的带动欢迎地方。三相同，就能钢铁过关，气温修流，皆顺利平安。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台南市作为一个古都，作为一个府城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热带，所以呢，这个停车场的新建呢，未来呢，对于台南市呢，在我想不管是对台南市民也好，对于外来的观光客也好，刚各位看到那个立体停车场的这样的一个图样呢，就知道会吸引我们许许多多的观光客跟市民呢。这样的一个看到就会很喜欢的一个眼光。根据交通局表示，该停车场总工程费9311万，得到中央4760万的补助款，将采用4层楼的建筑设计。完工以后，汽车有103席，机车有18席。未来营运主要是智慧化管理，厝尾顶嘛会加入太阳光电的环保设施，相当美观舒适。那我们特别用这种格栅的设计，让这个建筑物呈现比较流线的样子。那因为大家知道，健康路跟西门路车流川流不息，所以我们利用这种流线的造型，可以来跟周边的这个流动的车潮来做呼应。那大家也看到，我们利用色彩的方式，来融入这个。比较周遭是这个比较多水泥的这个建筑物呢，让它能够比较缤纷一点。停车场动土khiến济济乡亲搞到见证相当的热烈，麦当看出大家对地当所该市区停车压力拢满心期待。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